你哋會唔會見過一啲做生意嘅高手？你又係老闆，佢又係老闆，點解佢可以抽身有自己嘅時間，而你自己一啲時間都冇嘅呢？你見到嘅高手係好似好輕鬆咁搞掂所有嘅嘢，因為佢哋唔係用時間嚟換結果，而係用方法完成個結果。好多人以為日日 OT 到最夜，覆 message 覆到手軟，呢啲叫勤力。但係年底一盤點，發現自己只係原地踏步。點解呢？因為呢種唔係勤力，係無效嘅努力。真正嘅高手，佢哋係懶嘅，體現喺3個地方。第一，佢哋會用8成嘅時間去思考邊2成嘅工作可以帶嚟8成嘅結果。佢哋唔係做得最多，而係做得最啱。第二，你哋唔會重複解決同一個問題，而係會建立一個系統去自動解決問題。就好似我哋會計師唔會逐個數人手去查證，我哋會系統性去識別可疑嘅交易，再仔細查證有關交易，一勞永逸。高手係會將經驗變成流程，將流程變成工具。第三，係會大膽咁懶嘅，將自己唔擅長或者低價值嘅事外判或者交俾工具做，因為佢哋知自己嘅時間先係最寶貴嘅資產。所以高手嘅懶唔係懶惰，而係一種極致追求效率嘅智慧。你哋又有咩獨門嘅懶人秘訣啊？留言俾我知。想學多啲會計或者聽生意上人情世故嘅故事，記得 follow我節目啊！